歡迎收睇呢一節財經新聞。財經雜誌《經濟學人》或以樓價相對租金價值計算，本港樓價係全球第二貴嘅地區。有學者就分析，數據反映咗好多市民只係租得起但係買唔起嘅現象。楊國之報導。本港樓價越壓越升，樓價升幅更加早已經同人工升幅脫鈎，呢個係唔少市民嘅心聲。國際財經雜誌《經濟學人》嘅最新文章更加指出，本港嘅樓價被大幅高估，嚴重程度係全球第二。雜誌就20個地區嘅樓價做咗比較，發現本港嘅樓價相對租金嘅價值已經係較長期嘅平均數高水達5.4%，僅次於澳洲嘅5.6%，成為全球樓價第二個偏貴嘅地區。而且高水嘅幅度正在擴大。另外，香港係近期樓價升幅最快嘅地區，鄰近嘅新加坡排行第11，高水幅度唔夠2成，但樓價升幅係第二快。中國就排行第13，高水幅度唔夠1.3%。經濟學人話，佢哋係根據內地官方嘅樓價數據編製，承認的確有低估嘅可能。至於樓市泡沫爆破咗嘅美國同日本，樓價較租值嘅比例相對長期嘅平均數就仍然係低水。有學者分析話，理論上樓價應該反映市民願意提供嘅合理租金值，但經濟學人嘅數據顯示出，本港嘅市民租得起但買唔起嘅扭曲現象。香港嗰個係相當之高，亦都係可能真係偏離咗市民嗰個購買力啦。因為租金市民都要租樓，佢一定可以租到嘅，但係樓價就唔係每一個市民可以追到嘅。莊太量又話，呢個比較有2點不足之處。首先係本港有唔少租約都係綁死咗，到咗下一年先至會回升，因此會令租金有可能被低估。另外，本港嘅利率持續低企，亦都催谷樓市上升，特別係舊年呢一點同澳洲同埋其他地區有好大出入。NOW寬頻電視記者楊國之報導。